台灣地區要成為全球軍費最高嘅地方，係咪真㗎？Fact Show Pip and N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Kiwi，歡迎嚟到 Check 真啲。近排咧，台灣地區嘅大佬賴清德就拋出咗一個叫做台灣之盾嘅計劃，話2026年嘅防務預算要佔到 GDP 嘅3.32%，2030年咧更加要飆上5%喎。點解佢有時突然之間抽風嘅？其實早就有跡象㗎啦。舊年咧，川普隨口噏咗一句，話台灣地區嘅軍費應該要提升到 GDP 嘅10%。今年10月份咧，又有一位美國嘅官員 John North 又話強烈支持川普嘅主張。點知咧，賴清德就真係聽咗入耳喎，表面話係為咗加強防衛，實質上係對美國跪低嚟舐嘅啫，根本就唔理島內嘅民生，將鄉里嗰啲血汗錢就咁樣當貢品咁獻上去，甘心做圍堵中國大陸嘅提款機啊！首先咧，美國將台灣地區做提款機嘅 Pro 版賣嘅根本就唔係盟友情義，唔係，台灣係美國契弟嚟嘅啫，情義收翻先。佢哋賣嘅係一啲高價嘅過期貨啊 ，F16V 嘅單價咧係貴過賣俾埃及啊、巴林啊2到3成咁多噶，仲有賣一啲霉變嘅防彈衣啦、過期嘅彈藥等等嘅傳聞，唔知你哋又有冇聽過咧？台灣地區嘅領導人咧，而家就想聽高人指點軍費去飆到 GDP 嘅10%喎，哇！呢個數字誇張到啊！全球平均都係得2.幾%嘅咋。沙特咧作為中東嘅主要軍事強國，今年嘅軍費支出佔比 GDP 都係得7%左右咋。2025年，台灣地區嘅防務預算已經去到6470億嘅新台幣㗎啦，佔總預算嘅15%，佔 GDP 比重咧達到咗2.45%啦。若果要繼續升到 GDP 嘅5%甚至10%，咁咪即係話成半嘅錢都要用晒佢。咁教育啊、社福啊、交通啊、經濟仲點分啊？台灣呢1-2年嚟喺民生同埋經濟上面嘅建設咧，真係鹹魚一條啊！同軍費暴增比起身，簡直一個天一個地啊！其次咧，美國想喺北約、日本、韓國呢一啲馬仔度推高軍費，都已經係困難重重噶啦。北約2014年要求成員國嘅軍費要達到 GDP 嘅2%，點知搞咗10幾年，到今年先至勉勉強強全員達標。川普一上台，又是要求拉到5%喎。歐洲好多國家都直言真係好難做㗎，西班牙直接就公開 say no， 真係做唔到。美國國防部今年6月份又話，日韓等等嘅亞洲盟友要跟住全球標準，軍費達到 GDP 嘅5%喎。日本2025財年嘅國防預算僅佔到 GDP 嘅1.8%㗎咋，估計到2027年即係後年先勉勉強強上到2%。而韓國今年嘅國防預算咧就佔到 GDP 嘅2.32%啊，離5%都爭好遠㗎喎。連美國啲盟友都做唔到嘅嘢，台灣當局咧而家就無視島內民眾嘅反對，搶住去承諾防務預算達到 GDP 嘅5%甚至更加高喎，擺明咧就係要做美國印太戰略嘅模範生啦。呢啲就唔係叫自信啦，而係奴才心態嚟嘅啫。講句實話都幾佩服佢㗎喎，為咗討好大佬，不惜賣主權利益去換所謂嘅支持，最終咧只會令自己跌入更加深嘅依附陷阱㗎咋。同時咧，進口美國大豆變咗日常，壓到台灣本地農民好辛苦透唔到氣。台灣當局仲要覺得好開心，話係啲盟友情義，其實咧係俾人當咗肥羊去屠宰，割肉割到笑住咁俾錢。其實台灣地區嘅軍費咧年年都喺度升緊㗎，不過買嚟嘅都係啲紙糊盾牌嚟嘅咯。蔡正元笑稱，台灣之盾喺解放軍嘅炮彈之下根本就唔值一文錢嘅。美國賣俾台灣嘅舊武器仲貴過黃金，但係防衛質素咯，可能得個吉㗎咋。賴清德聽到 John North 嘅強力支持就即刻上鈎，好似個老殘粉追星咁樣追到尖叫啊！哇晒，真終於成功咗啦！其實歷史早就有答案㗎啦，香蕉共和國被美國榨乾咗，如今台灣地區又唔係咁，低端嘅導彈仲貴過課本，太監嘅坦克仲多過醫院啦，所謂嘅防衛根本就係一個笑話。最近爆紅嘅《冇出息》呢首歌唱中大家就心聲啦，本嚟咧從從容容，而家連滾帶爬，民進黨當局做咗啲乜嘢咧？天價買美國嘅太價武器做水魚，鎮島之寶芯片就被公然嘅搶奪啊！
農業民不聊生，即係歌詞話齋咁啦，擘大眼講大話，夠晒冇出息啊！佢哋咧就驚呢首歌太紅太火，亂扣統戰頂帽，反而咧就被網友鬧爆，係你自己對號入座啫嘛！醒下啦，邊個喺度賣台，邊個喺度護民，其實好清楚啦。要軍費合理，民生優先，農業有保障，先至係真正嘅保護台灣人民嘅飯碗噶嘛。真正嘅出色，從來都唔係去抱住外人嘅大腿，而係兩岸一齊守住家園，過翻從從容容嘅好日子啊！今日先講到呢度啦，再見。